位於九龍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入邊嘅香港文物探知館，而家係做緊一個漢朝嘅大型文物展覽，而嘅展覽名呢係叫做《漢風泱泱，雄渾與交融的盛世》。展覽日期呢係由2026年3月20日至到2026年9月20日嘅。咁呢就逢星期四呢佢就休館嘅。咁星期一啦至3啦、5啦就上晝10點就至到下晝嘅6點嘅。星期六日同埋公眾假期呢就上午10點至到晚上7點嘅，係免費入場嘅。展覽呢係共有2層嘅，共分咗呢6個單元嘅展區。第一個單元展區呢就叫做天下一統，係講漢代嘅政治制度嘅。而漢朝呢係中國歷史上呢繼宋朝之後呢第2個大一統嘅王朝嘅，係採用3公9卿制度嘅。第2個單元展區呢叫貨殖天下，係講述呢漢代嘅經濟發展嘅。而當中嘅展區呢係展示咗呢當其時呢漢朝呢所鑄造嘅貨幣，係以5銖錢作為漢代嘅法定貨幣嘅。第3個單元展區呢就天人合一，係講述呢漢代呢嘅文化同埋信仰嘅。而當其時漢朝呢漢武帝開始呢已經推行獨尊儒術嘅，儒學呢就逐漸成為官方嘅學說㗎啦。第4個展區呢就叫做鼎新廚範，咁呢係講述當其時漢代嘅科技發展嘅。而當其時漢代呢已經有絲綢之路啦，紡織產品呢就已經呢暢銷咗去西域嗰邊㗎啦。而漢代嘅建築技術呢，當其時呢嘅3大主要大木架結構呢就已經開始嶄露頭角㗎啦。第5個單元展區呢叫生活百態，係展示當其時漢代嘅社會生活。當其時漢代嘅經濟繁榮同埋社會穩定呢，已經展示咗一啲呢經濟上嘅娛樂事業啊，同埋文化活動嘅。第6個展區呢就叫做融通東西，係講漢代嘅對外交流。而當其時漢朝嘅歷史呢，就係漢武帝時期呢，張騫呢已經2次出使西域㗎啦，就打通咗歐亞嘅陸上嘅絲綢之路。而當其時嘅東方嘅文明啦，同西方嘅文明呢，第一次大規模嘅交流嘅。而同一時期呢，漢武帝呢亦都開發咗南方海上嘅絲綢之路嘅，而係由東南沿海啦，經南海啦，然後開始開闢海上絲綢之路嘅。我都唔再多講啦，大家呢細心去睇下展覽嘅每一件展品啦。